Hello，我嚟緊喺馬鞍山運動場啊！我俾你睇下你啲新嘢啊！不知。嚇！見唔見到佢啦？先咧，出邊嘅教練話咧，講咧，你跑到最尾中段嘅時候咧，你做翻你自己個頻率嘅節奏得嘅，唔需要望左望右嘅配合，你哋嗰個速度就會翻嚟。着上嚟先，唔好啱住個人，追唔翻。